根據最新數據，澳大利亞妊娠糖尿病病例喺過去5年中增長咗70%。Brisbane Meta Hospital 嘅婦產科主任 Joe Laurie 解釋，妊娠糖尿病病例上升嘅原因包括女性首次孕期嘅年齡增長同社會活動水平嘅下降。澳大利亞糖尿病協會嘅教授 David Simmons 指出，體重較大嘅女性面臨更高嘅妊娠糖尿病風險，且好多人即使喺懷孕前，亦都存在輕微嘅高血糖。為咗應對呢一趨勢，相關醫院已建立產後監測診所，以促成同全科醫生嘅溝通同協作，從而降低未來心臟病同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專家呼籲，妊娠糖尿病問題需要更多關注同早期干預，以保護孕婦同胎兒嘅健康。加強健康教育同生活方式改善係關鍵措施。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